继续来看这个国民党的赵少康，日前提出讲，因这组若当选，将会要求中国和台湾派军事的观察员到中国来看沿海军事的部署。赵少康甚至佫讲，台湾都要大量来制造飞弹，中国若攻击台湾，就源头来回击。这个讲法是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讲，这是候选人的政见，伊无要评论。也毋过伊嘛来泼冷水，讲这个军事是政治的延长，政治若悄无好势，军事无可能有任何合作的意愿。可以要求啊，比如说我要派军事观察员到大陆，看他沿海的军事部署。拜六时，甲学生座谈，赵少康提出新的想法，讲若当选会派军事观察员到对方，这引起真侪人的讨论。我只知道，军事是政治的延长。对很多东西，你政治假如说没有搞定的话，我军事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逾越的作为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将这条界线画出来，是讲赵少康佫提出要做真侪飞弹，防止对方攻击的时，咱有能力反击。选举的议题我都没有意见，避免战争大家共同的期望，好不好？目前咱国要拼和平的方法之一，就是继续备战。军方的消息表示讲，由汉翔公司执行的140台 F-16A/V 改为 F-16V 的专案，最后一台将伫21交机，甲美国买66台，计划伫2026年到台湾施教。台湾 F-16V 的数量将是全世界第一支。它虽然分年会往后延战，但最后要交完整的一个期程都没有变。所以也不要认为，难道晚一年就没有什么战力的这个影响吗？所以国军每一样采购案的话都要有备案，他如果来当然最好，如果延宕，我们有备案，这个东西我目前都完全掌握住。伫对方要未放弃武力还台进前，两方军事交流恐惊无遐简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